带大家来看，有一本台语绘本是咧讲宜兰大坑古社区生活当中趣味的代志。今日的作者就带国校的学生实际去故事内底场景，体验早期大坑古社区的日常生活，了解地方文化甲生态。听海燕唱歌，真欢喜。一群学生对咧念台语绘本名称伫倒位的故事，哪行哪熟悉四科维亚的自然环境。绘本故事原创者陈阿月拜二带宜兰苏澳马赛国小的学生行入绘本内底的情景，了解大坑古社区的文化甲生态，学生感觉真趣味。林头叶做什么？做战斗机、叶底，然后风车。这个林头叶真的是可以千变万化，很好玩。马赛国小台语老师也表示，这是头一届甲台语课抽到外口上，透过活泼的镜头活动，互囡仔实际接触到原本伫课本内底的图片甲知识，安尼对入捌地方文化、语言学习拢真有帮助。你用讲的，伊真歹，伊毋捌看过物件，伊无法度去想讲伊是啥货啊。像咱啊用安尼，因为即摆囡仔的生活，你就知影甲以前无共款，所以你甲伊讲遐，伊可能听无。但是实际上你有带来看过，伊就知影，伊就通学着。对于小朋友来讲，实际你看绘本，但是你来当个亲身行到迄个所在，迄个感受是更加深刻，迄个感受是足有感动的所以。有实际来遮，佮连咪要佮做迄个林头叶童玩，我想这是伫学校的教育内底较无好安排。故事原创者陈阿月表示，透过镜头活动，互绘本搁再一摆活起来。绘本故事拢是以过去的生活记忆，已经利用绘本实际行大地方，带囡仔理解地方上的万项代志，培养体会地方生活的心，了解地方风情，也是语言教育真重要的一步。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宜兰报道。